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这一期我们聊聊伊朗，聊一聊以色列。这回伊朗可是硬气了一回，腰杆硬了一回，脾气大了一回。今天早上一醒来，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伊朗大规模弹道导弹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与德黑兰同传爆炸声。那也就是伊朗对以色列的发动的代号叫“狮子的力量”这个行动予以了坚决的反击。那反过来，以色列又继续打击伊朗，所以这两国的首都就同时发生爆炸声。以色列于当地时间6月13日凌晨向伊朗多个城市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后，6月13日晚间，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回击。截至6月14日凌晨，伊朗的攻击仍在持续，同时德黑兰等伊朗城市遇袭的报道仍在不断涌现，双方紧张的态势没有降温的迹象。根据网上公布的视频，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能听到爆炸声。特拉维夫市中心高楼之间升起浓烟。伊朗官方的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弹道导弹，作为对以色列野蛮袭击的回应。以色列方面军方表示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不到100枚导弹。双方说法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能理解，因为伊朗反正人家是发射出去了数百枚弹道导弹，只是你以色列你收到了多少枚，你收到的只有100枚，那你问快递找物流，反正人家发了是几百枚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对以色列数十个目标、军事中心和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而以色列军方表示有几发击中了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什指责伊朗向以色列居民区发射导弹之举越过了红线，并称伊朗将为此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仅将以色列军事中心和空军基地作为袭击目标。伊朗官方还宣称已击落以色列数架战机媒体说好像是2架 F-35被击落，而且网上还流传了图片，但是后来也有人指出这个图片还是几个月以前的，不知道哪儿的一个什么 F-35坠落的一个照片。到现在双方各执一词真真假假。以色列是明确的否认了他的飞机被击落。以色列国家急救机构负责人表示，伊朗的最新袭击已经至少造成34人受伤，包括2名重伤者和2名中度受伤人员。也就到现在这几百枚导弹发出来，以色列至少到目前还没有死亡的人，34个人受伤，有2个伤势比较重，还有2个是中等伤势。那言下之意就是剩下的还有将近30个都是轻伤，玻璃碴子划破了人，皮肤吓着了，这恐怕都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官员称，以色列政府内阁已经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回应伊朗的导弹袭击，预计以色列将升级下一波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在6月13日晚间发布的一段视频中，直接向伊朗人民发表讲话，称还有更多行动即将到来。他表示以色列的斗争并非针对伊朗人民，而是针对伊朗政府。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了伊朗西部的哈马丹空军基地，并摧毁了伊朗西北部的大布里士空军基地。与此同时，首都德黑兰以及其他地区仍不断出现爆炸等报道。当地时间6月14日凌晨，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确认起火，具体火情以及原因尚不清楚。昨天一夜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以色列和伊朗这2人没闲着，互相狂扔炸弹。但是从这个战果来看，伊朗人给我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几百枚导弹，不知道导弹飞哪儿去了。当然了，美国人说了，他们也帮忙击落了不少。那至少从网上看这个视频，也就是以色列那边没有多少地方起火冒烟，至少说明这个伊朗打击效果还是难以令人满意，就没有击中目标嘛。那以色列第一轮就已经把伊朗的核设施、核能力差不多已经七七八八炸完了。此前24小时内，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机场等军事目标发动了多轮空袭，中东紧张局势迅速升温。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在6月13日晚间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伊朗78人死亡，超过320人受伤。根据此前伊朗官方渠道披露的数据，伊朗至少已有3名高级军方官员被杀，分别为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总参谋长巴盖里、伊朗前国家安全局负责人沙姆哈尼。同时还有6名核科学家被确认身亡。伊朗一共有25
5名核科学家上了这个以色列的名单。以色列人扑克牌啊，那昨天一轮袭击就6名科学家已经报销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在会议上称，以色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叫纳坦兹核设施的地上浓缩工厂、电力基础设施和备用发电机也被摧毁，断电可能还损坏了离心机。他还表示，纳坦兹核设施内部存在放射性和化学污染，但可以通过适当采取措施控制设施外部的放射性水平处于正常水平。这个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发动了对纳坦兹核设施的袭击，基本上把它核能力摧毁了，但是还没有造成什么核污染，就这意思。格罗西还表示，伊朗当局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福尔多和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到袭击的情况，但该机构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这些地点的军事活动。他称将尽快前往伊朗，对局势进行评估。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的说法，那人家以色列发动了第一轮打击，那可以说是战果颇丰，打击效果很明显。以色列、伊朗和约旦均已关闭其领空。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民航局消息称，伊朗已暂停所有国内和国际航班。在以色列发动空袭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第一时间表示，美国并未参与以色列这次军事行动。我倒是觉得美国没有发射导弹，你说没有参与，这个恐怕没人相信，也只能说美国没有亲自出手。但是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的时候，这美国可是出手了的，这美国人自己承认的。在袭击发生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伊朗不会参加原定于6月15日举行的美伊第6轮谈判。美伊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特朗普向路透社表示，6月15日美伊谈判仍计划将如期进行，但他不能确定能否举行。特朗普还眼巴巴的在那个等着伊朗来开会呢。不过这个特朗普也放了狠话，美东时间6月13日清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施压伊朗尽快同意和美国签订协议，否则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会更残酷。而且特朗普还说他给了伊朗人2个月时间，结果伊朗人没有珍惜，第61天以色列就空袭了伊朗，给人感觉这个特朗普还是洋洋得意的。这个特朗普在当日的采访中称，以色列没有提前通知美国，不过美方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称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非常成功。特朗普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显然我们给予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支持。6月13日当天，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电话会谈。那世界各国对中东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什么态度呢？这里面最搞笑的就是俄罗斯了。6月13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对联合国主权成员国及其公民沉睡中的和平城市、核能基础设施实施无端军事行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俄外交部强调，尤为讽刺的是，以方袭击正值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期间，且恰逢伊朗与美国代表即将开展新一轮间接接触前夕，此举严重破坏并逆转了各方来之不易的降低对抗的多边努力。俄外交部明确指出，以色列显然蓄意选择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并提高赌注。俄罗斯坚定认为，无论袭击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以何种理由辩解，围绕伊朗核计划的争端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和平、政治、外交途径解决。这个确实我看了一遍，这是俄罗斯外交部发的，这个就真的是叫高级黑。就这个话哪个国家说的都可以，就唯独这个俄罗斯说出来，那效果这讽刺意味拉满。这你要不仔细看，你还以为是哪个外交部在谴责俄罗斯呢？这不正是在说俄罗斯吗？那俄罗斯对乌克兰呢，现在是赤裸裸的侵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那哪一轮轰炸不比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力度更大呀？这个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就以色列夜间袭击伊朗一事进行了沟通。英方声明称，英法德领导人讨论了长期以来对伊朗核计划的严重关切，呼吁各方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以免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稳定。通过外交途径而非军事行动才是解决问题的
正确途径。声明同时表示，这几位欧洲领导人重申以色列的自卫权。6月13日，大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以色列今天凌晨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大国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大国高度关注以色列袭击伊朗，对有关行动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深感担忧。大国反对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反对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地区局势再度骤然升温，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大国呼吁有关各方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大国愿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个大国对这种事情的表态有这么几个定式，就是什么讨论？第一个是希望这个事态不要再进一步升级，大家都要克制，联合国宪章要遵守。最后矛头一转，一切责任都在美方，警告美方不要篝火浇油，要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也就是大国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盯的是美国，你其他人干什么都不重要。这就像足球场上和篮球场上一样，我们盯紧的是对方的主力。还有记者提问，伊朗多次威胁称，如果遭到攻击，将封锁赫尔木斯海峡。大国是否支持伊朗封锁赫尔木斯海峡以示报复？发言人表示，我们对假设性问题不做评论。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又是说美帝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大国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总之，事事不忘敲打美帝。新加坡联合早报他说以色列袭击旨在破坏美伊核谈判，促使美伊直接对抗。这我倒是觉得，我昨天节目说了，以色列先发制人，也就是说把美伊谈判，把伊朗的筹码给打掉了，就你还谈什么？我把你炸掉了，让你们再接着谈，随便怎么谈。现在伊朗反击纯粹是在气头上，需要点面子。我昨天节目已经分析过了。联合早报说，以色列在伊朗与美国举行核谈判期间攻击伊朗核设施及军方高层等目标。受访专家指出，以色列此举旨在破坏谈判，并促使美伊直接对抗。华盛顿与德黑兰通过外交途径谈成核协议的前景渺茫。美伊代表团原定星期天就6月15号在调解国阿曼举行第6轮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渠道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但后者必须彻底放弃获得核武器的念头。犹如互视对方为死敌，以色列无法容忍伊朗的核计划，一直有对伊朗核设施与能力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策略。星期五凌晨终于出手。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专研中东和中亚政治的阿克巴扎德教授认为，随着以色列采取这次重大打击行动，美伊核谈判继续的可能性极低。通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色列改变了美伊互动框架，伊朗已无法继续谈判，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萨曼受访时则指出，在以色列出手前，美伊谈成核协议的前景就已经暗淡。德黑兰明确表示不会在铀浓缩问题上退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四通过决议，认定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该机构5月底还报告说，伊朗最近加大了高浓缩铀的产量，并且存在普遍不配合行为。以色列人已经得到情报，说伊朗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制造出15枚核弹，这个时候再不打击来不及了，不能再扯皮了。虽然特朗普政府仍相信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萨曼不确定这份信念到底还能持续多久。我怀疑伊朗根本无意配合相关协议。我还坚持我的判断，这些国际问题专家还是高估了伊朗。就从伊朗这第一轮，我刚才看媒体好像是有第2轮了反击，也就是他几百枚导弹已经发过去了，后来又发了100多枚导弹，都是快递啊，都是请以色列签收。以色列每次都说我这没收到。这个伊朗人的反击，他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他的技术不行，导弹不知道飞哪儿去了，枪口抬高了1寸，导弹发射的时候这个轨迹稍微调整一下，它就飞到海里去，划过以色列的天空。经过我的观察，这伊朗人的报复，他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程序，一套流程，行云流水。首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以色列进行
进行史无前例的报复。如果效果不好，为了展示这个效果啊，不行就把什么血旗给它挂出来，公布即将轰炸以色列的地点，先把答案告诉你，免得你措手不及。开卷考试在轰炸时间什么时候轰炸，取决于以色列什么时候准备好，但是这个需要美国人配合，万箭齐发，把能打出去的都打出去，动静要大。这个动静大主要是在发射这一端，各大媒体，伊朗的各个官方媒体啊，通讯社也去拍发射的场面，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经完成对以色列的报复。至于打击效果嘛，那就在网上再找一些图，找一些视频，把它拿出来说这个就是打击以色列的效果。以色列现在是一片火海。在宣称以色列已经后悔其愚蠢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好像去年2024年，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他说在我们击毙苏莱曼尼之后，也就是第一个享受斩首行动的高级将领，享受这个待遇的，不就是苏莱曼尼吗？就好像在那个汽车里面被搅成肉泥，这就是特朗普下令的。苏莱曼尼被斩首之后，伊朗方面曾打电话给他，告知特朗普，伊朗即将发射导弹袭击某个地点，但会故意偏离目标，不会造成真正伤害。特朗普说他们通知我们别动，我们得还手一下，是心理上的。他们发射了16或者18枚导弹，而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真正击中基地内部，那是一种尊重，他们对我们有尊重。这是特朗普说的，这就是伊朗的这个报复的真相。伊朗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武装部队将采取武力行动，彻底摧毁以政权。哈梅内伊13日晚间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发布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将采取武力行动，彻底摧毁以色列政权。我相信哈梅内伊在说这话的时候，两个腿都在发抖。我是建议哈梅内伊要向普京取经，了解一下什么牌子的尿不湿比较好使，容量大，而且对皮肤比较友好，可以跟普京交流一下，尽早从某个国家订个3火车皮。这个伊朗人的打击效果咱们不太清楚，但是这个以色列的打击效果这是明摆着。这伊朗官方还宣布，你看这个伊朗武装部队参谋长巴盖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及太空部队司令哈杰扎德，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司令谢赫扬，伊斯兰革命卫队什么中央指挥部司令古拉姆拉希德，武装部队作战副参谋长拉巴尼，大阿亚图拉顾问阿里沙姆哈尼，下面还有好多都是核科学家，好像有6、7个。从名单来看，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多名高级指挥官已遇难。虽然他们的马上指定了他们的接班人，他们的继任者，但是恐怕这继任者也是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能干多长时间很难说，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根据以色列方面说法，媒体报道，为什么一次能就是打击这么多高级将领呢？据说以色列方面故意的泄露了一个非常大的秘密，就是军事机密，让伊朗人获得了。伊朗人马上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就分析情报的价值。结果这是就好比钓鱼，以色列人先打窝，这个饵下去了之后，这个鱼就全过来了，以色列人就往里扔了个炸弹，大概就这意思啊。要不然一次斩杀这么多，全部报销，并且以色列在发动第一轮打击之前，是由潜伏到伊朗的各个地方的特工，他们携带了无人机，还有其他的一些装备，先对伊朗的这个防空设施、雷达先进行了打击，让伊朗的这防空设施成了个瞎子聋子。F-35战斗机再挂着导弹，再对防空系统来一轮轰炸，后面的 F-35再去轰炸这些军事目标。所以几百个架次的战斗机轰炸居然没有一架被打下来。你看看巴铁和印度双方打仗，双方都嘴硬，都是击落对方多少架战斗机，一个回合就报销这么多，那才叫惨烈。合着以色列单方面轰炸伊朗，这人家飞机一架都没掉。大家还记得吗？就去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以后，很多黄俄都说大帝怒了，大帝要怎么样？后来是这个以色列不是跑到伊朗家里搞了个斩首行动吗？把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叫哈尼亚还叫什么，给他在伊朗的招待所给他定向爆破了。又说伊朗怒了，这个大帝怒了，哈梅内伊怒了，所以这两个人要联合起来。绍伊古立马从俄罗斯带了多少架伊尔76运输机，据说里面装的全部是什么 S-300、S-400防空武器，准备要对这个以色列下手。几飞机，5飞机好像是。我想知道这次以色列打击伊朗，这个俄罗斯人的 S-300、S-400难道在睡觉吗？也是成了瞎子，还是说已经被摧毁了？所以说这一次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这个中东这样的冲突，都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俄式武器它的一个状况，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所以我就想起了这个俄式武器，它不是给敌人看的，所以它的打击效果无所谓，它主要是
是发射给自己人看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至于打到哪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出去了，让这是官方喉舌一报道，那个场面多壮观！这是到底是震慑敌人用的，还是震慑自己人用的？所以俄罗斯方面，它的萨尔马特导弹都是没有控制好，因为它要追求发射端好看，只是击中目标什么那都不重要，那到时候可以 P 图。发射端咱们自己人看，很多人还可以到现场看，那就场面要壮观。结果没准备好，它经常就在井里面就爆炸。所以我认为伊朗所谓的反击，那都是做样子，希望以色列配合。特朗普也说了，这是心理上作用，要面子。以色列你不要没完没了的反击，又没有真打到你，你就喊两声疼，怎么着了？配合一下。这边伊朗先跟美国也得撒个娇，做个姿态，说我不谈了。特朗普再威逼利诱一下，伊朗人又要来谈，还是谈判解决。为什么？这个特朗普说对了，如果伊朗你不接受谈判，那只能挨更多的揍，更惨烈的揍，这没毛病。那以色列轰炸伊朗，那伊朗一点脾气都没有，想怎么炸怎么炸。那不是俄罗斯援助的那个 S-400不也成了瞎子吗？有什么用？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我想起来前2天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抱怨。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泽连斯基一再抱怨说，他跟美国的前国防部长鲍威尔谈好了，美国也给乌克兰提供2万多枚那个专门针对沙赫德的防空导弹，这是定制的。结果那个泽连斯基说，美国人把这个一批2万枚导弹运到中东去了。那你说泽连斯基为什么这个时候跑来说这些话呢？实际上泽连斯基他早就恐怕也得到情报了，这个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也很厉害，他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要打击伊朗，这也就相当于泽连斯基提前放。如果伊朗人听明白了，反应过来，他也知道了，因为以色列拿这个专门针对沙赫德无人机的这个武器，他干什么？他不就是防着伊朗报复吗？伊朗报复无非就是导弹加沙赫德无人机，你那沙赫德无人机人家已经搞了2万枚导弹等着。最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对内塔尼亚胡还有哈梅内伊说，当然是伊朗方面总统普京呼吁他愿意协调。普京真的有这么好心吗？要调节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实际上这是普京的算法。首先一个，他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我爱好和平，我也反核扩散，你们老说我这个动不动扔核武器，我不是的。这第一个，他还树立一个正面形象。第二个，这个叫旱涝保收。如果以色列跟伊朗俩好了，真的达成协议，那他立了一功，他调解的。如果谈不成，俩人打起来了，普京也是坐收渔翁之利，因为中东只要打起来了，油价就要飙升，油价一飙升，首先俄罗斯卖油也能多收3-5斗，其次全世界的目光有很多聚集到中东，给他的压力就小得多。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人别看他搞工业不行，什么搞科技不行，但是搞这些阴谋诡计那还是一把好手啊。他要掺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核叫会谈，实际上他就控制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核谈判的进程，用控制中东的局势来为他侵略乌克兰服务，根据他对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的需要来控制伊核谈判的进程。所以说这以色列伊朗都不能上当，伊朗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俄罗斯给忽悠瘸了。伊朗今天挨揍那都是自找的，什么沙漠之狐，什么发动又是真主党，又是以色列，什么伊拉克什么民兵，又是哈马斯，背后的黑手都是伊朗，所以挨揍非常这个正常。最后我还要说，伊朗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摆脱这个教士集团寄生在波斯人民身上这个毒瘤，让伊朗尽快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